超你听无？收拢，收拢无介严重啊，大家都比袂煞，比到一份吼，大家不欢而散，不欢而散嘛是爱处理啦叫高数来迄个备案做做了大家散，还讲到再讲，但是一般的技能一般，但是迄个班开始了后，大众请起立，大众请起立啦向讲师鞠躬，再鞠躬碰到鞠躬，迄讲师什么人呢？多离半路甲伊相当迄个啦，飞袂山迄个啦，看到一个白个尔，连甲鞠躬嘛无咯，连甲鞠躬嘛无啦，连接了嘛无把你看出来，安尼讲听意思？讲道理哦，你今日讲道理哦，听哇，今仔日你根本你叫你入戏，我一件代志哩，发生小弄着一件代志，还未解决嘞，连听嘛就听，所以你家己讲一句，恁讲诶，咱内顶讲诶是毋是？拢爱先进发展，甲无先发展，对不对？讲到是毋是安尼好啊？都差不多，但是你着经了后，有任务哦，讲科工伊对不对？受到安变咱叫做你啦，要叫做你异形合体。你要知，要安怎面对这个物件，是恢复。到了第四个这个是恢复，恢复的恢复为，咱今日修学到咱这个贪修的事，咱这个贪修的事，对不对？咱这个贪修的事，而这个贪修的事，拢我。咱今日有赞讲，我今所做拢培养袂重心，所以伊若讲着念经也好啦，读经拢了拢一个，拢有念一个叫做回向文。回向文就是讲回向给大地众生，对不对？毋过这个回向位啊，咱今日回向会出来，咱今日回向袂出来，所以咱今日回向袂，咱这个贪念这个死呢，所以。我想讲，咱离佛家内底当中，咱离佛的内底有无？咱咧讲，就是当叫做食堂，有关于那种讲的食堂对不对？这叫食堂嘛，咱叫做食堂嘛。那离佛家伊叫做行堂，它是个行堂，天龙啊。所以佛家内底当中，迄个读书叫做行堂书，行堂书啊。叫做行动书，后尾你叫行动书，你就是书诶。所以这无简单诶，他讲行堂书呢，这个因这个过堂三事，过堂三处。那过堂三处，就是讲，因讲在讲，会使会道，叫过不舍，过不很不信啊。但是因是安尼当过堂三处呢，就是讲，你今日若无到物件，你收起来。但是因为迄个堂内底当中，拢袂使讲话钱，拢袂使讲话钱，所以因为因佛家当中有一个叫做食堂啊，叫做五官堂啊，因为食堂当中叫做五官堂，五官堂。你这个五官堂，你去过呢？你是去到迄个崇德迄个崇德台中崇德的迄个文教基金会顶管伊有一个食堂像五官堂。用这个佛家的名叫五官堂，这个五官堂。这个佛家五官堂是关什么物件？五种一阶的开始内观。完了，今天的食物是问来者不易。我们讲这物件，这物件来不是遐尼简单，我一定是这食物。这叫做这叫内观。第二就是讲啦，你要食这食物的意境，你会感觉。我的德情，我的点，我的德，我要食这物件，我的德有没有缺陷？我是不是的？我要食这物件，因为这天数要我食的，我食这物件我袂使缺陷的，所以天数我食，你爱家己内观啦。第三，我要食这物件，我是不是自己造出来？贪有无？因为咱今日要贪钱啦，去哪呢？去迄个台南迄间迄个薄粉是啥
也都怕咱体力业绩，那个业绩就对了吼。所以呢，伊这就是这个管理与贪污。哦，但是咱一般店咱唔会说这物。第四，伊就讲啥物件？伊就讲，这个食物就是咧治疗一种的病。食物咧治疗一种的病来，你听无？唔是要你食一坨啊，啊你治什么病？咧治饥饿。哦，咧治饥饿啦，饥饿。就是讲你做养的物件，你治什么病？哦，安尼。第四就是哪？就是叫做贤德，或是做善的人、贤德的人去食。因为天心万物以养人嘛，是不是安尼？人如一点，可报天嘛。迄个报地，迄个什么人讲杀，哦，所以伊个天互咱物件，所以所天培养遮侪物件，咱人摕来食起来，对常你无用到天的，我甲你讲。对你生出来甲真，你对上要用到天的。讲一个简单的啦，空气你有用到天的，伊讲你用到天的无？伊讲啊，你讲啊，露水你有用到天的无？哦，甚至会当你这信仰有用到天无？信仰啊，哦，从天哦，天啊，毋是用这个粮食、空气、和粮食、水和粮食，伊讲。迄个粮食摆下来，伊是咱人是去管理尔，你甲知着政府管理尔，伊是拢天咧栽培，毋是你咧栽培呢，对不对？但是天做遮侪物质互你食，但是咱今日你讲看真个少。哦，看你高强，互你想，我这两日看 YouTube 看书，看迄个啦，看迄个北韩迄个，迄真正高强无呢，迄个呢，你叫你死，你袂使无死的，你叫你死，你袂使无死的。看日本的韩片，看日本的韩片，毋是韩国韩片，你听无？北韩看南韩的韩片，80几个拢伫咧笑啥？1万外都甲你看。你要看日本片，就是安尼，结果用机器，80几个拢倒。看日本片哦，哦，看南韩片哦，就不细苗。佫一个问题就是哪？什么？因迄有看 A 片啦，看 A 片了就嘛枪毙哦。哦，所以你是迄个金三胖啊，金三胖，你嘛叫金三胖啊。哦，金正路嘛，啊金正路啊金正路金什么厂啊？伊拿咧讲啊，啊伊叫做金正恩嘛，迄头一个恩，迄个叫金三胖嘛。叫金三胖，所以今日你做拢无认到50几百万人呢，拢有物件好食呢。所以我一直咧感受，咱今日换这个土地，哦，咱今日食免烦恼，咱今日换免烦恼，咱今日去换免痛苦，咱今日换遮尔好、遮尔优渥的这么环境，咱还是不接纳，咱还是不满呐，咱唔甘愿呐。咱也无要受用，啊，这实在是咱今日会当以这个环境，是过去世所修来因的，因个土别者，现在叫做土别者，土别者你听无？土别者叫济南啦，我伫北韩呢，我看我目屎，我袂来目屎人，我来目屎。第回。开始倒模，伊个过程叫亚新疆啊，亚绿江，阿鲁，阿绿沙，阿绿，亚绿江嘛吼，伊爱叫我这亚绿江，啊这亚绿江的我200万钱，这200万钱我花咗200万钱，水无清做出来，迄即马吼一个走过来，因遐那呢，迄北韩遐可能机车，会闹死，无咧。你甲看迄个河啊吼，迄一句死个，伊嘛要去个起来，标啊死啊到水流安尼。第问，第二，迄一个吼，去学走个因老母甲传，咱嘛去传，啊传到中国，迄辽宁迄边界，伊讲哦，足夸张，看到
有迄个方面啊，鬼虎，有鬼虎的方面，啊有看鸡啊，鬼虎的鸡啊，伊讲看见了就方面就杀入去食，伊讲因为北韩靠即个物件，大家无人去压力，安尼敢听意思？迄若咱台湾，要请你压力就困难，你若分的菜，你请你去分，你个买分，迄三日就开始食，伊就方便请三日就迄个嘢，食个上是头老晒，袂堪钱，看你要偌久啊，食千万米啊吼！讲迄个过程啊吼，咱感觉够可怜，啊嘛够惨对。你若讲到因咧兴奋，迄个老板，迄个老板看见哪样事？即人可能，这个是脚尖啊吼，这是脚尖。啊，人可能头点点起，咱做成迄个高人啊安尼啊，你徛袂起来，啊你坐咧，坐到拄着，啊骹安尼骹尾，安尼啦，啊手全都安尼啦，啊一关三工，一关3关尔，啊一关啊拖，你徛，你后你关3，你徛底啊，啊佫无帮人食呢，佫无帮互你食哦，讲手全安尼啊，啊鸟鼠啊吼。鸟鼠看伊手抓团，鸟鼠大手，我鸟鼠掠咧吼，怎食鸟鼠啊？啊，无就死啊！看伊迄个内底无人接，佮抓，迄重咧无力啊，掠着鸟鼠掠，鸟鼠要大伊手啊，啊，因为怎个掠鸟鼠来食？讲伊了无看鸟鼠啊，无看抓，伊咧田无看着鸟鼠，无看着抓，伊拢掠了，我亲戚也无够啊，看对不对？所以讲，人生这款的，所以我拄则咧讲，啊，咱会当回想，咱会当回想，咱今日会当回想互别人，咱就好过。所以我伫咧感受，咱会当互人，咱即个心，即个会当，无论是讲你的财富会当回想，你的道理会当回想，哦，你会当，功德会当回想。就是你这世人做有福报的物件，唔呢，就先丢掉掉。后世人你刚好有这把福报，你该想看。所以社会上人讲，后世人的福报是这世人做的。咱这世人要做啥物人？咱这世人袂用做咱家己后世人福报，咱要做互咱囝仔事情呢。我就分享，伊怎讲？我这个黄金，咱啥记得开始。迄块地是我读即摆黄金土地换来物件，伊甲记者太叔讲，我会当把即块地换来做佛道做形象。哦，这比我这黄金嘛较贵，因为我这黄金，我暂时这个理会，我死这拢毋是我的，但是我若当把这黄金换即块地，我佛道来这当中说法，哦，这些是福报太大。今日记者太叔人迄个观，迄个国土公社人迄个观念，所以一世人到是2560年的现在，进去地伫中国啊，伫印度中国啊，哦，伊树叫葡萄园，迄个所在啊，我听讲，迄个所在拢破碎啊，我是我大刀啊，迄个花到大，了破坏了，从几条湾，我是捌去，我是捌听讲，所以你去来查。人生伫即个世界，一定要做一件对的代志。万般拢该是假，无一件是你的。但是当你会当做，就是你的；当你袂当做，拢别人的。你目睭起，敢是你的？毋是你活一世产，含恁囝拢是你的啦，对不对？你囝太你的，讲较歹听，有阵仔含新厝就要摆，那是你的。所以咧，你一定要。为社会一定爱钱，所以讲到伫遮来吼，所以佛，你讲为社会，对啦，咱今日一定爱甲一无所有，你的心内底同即个物件一定要清，所以你要进入阿罗汉的初果了后，贪嗔痴这三毒爱断掉，要断掉即个袂讲，所以呢，啊知啦吼，所以三天位就是要讲，十住、十行、十回了，这个三天位啦吼。所以叫做三天位吼，三天的梵告十位。但是要讲到十位，就要讲到叫做十地菩萨。十地啦吼，
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啦吼。所以第八地叫做究竟地、究竟地吼。所以而且当中呢，而且开始就讲啦吼，佛的报身佛，咱无法度看到清楚，因为你要进入初地，吼，我甲恁报身，咱较看嘛看，迄什物件，看袂是迄阵尔，但是迄阵才是个报身，因为咱看袂到。因为遐尼咱庄严你看唔到，你要进入初地，迄个意境你要看这个看到，所以要看到佛的报身佛，咱看较清楚是初地开始啊吼，所以咱看到一份的进到一份的地啦吼，咱一定靠一份的路面吼，所以第三地随着你进入伊的光，一分一分一直明落起来，好，就参照讲，你1楼、2楼、3楼、4楼、5楼、6楼、7楼、8楼、9楼、10楼。当然，1楼关到2楼，关到3楼，关到4楼，关到，所以你进入，比如讲，今日离无上位，十地菩萨得去叫做无上位。你若爬去到第10楼，得去，你也不能相像啊嘛。我甲你拢相像啊嘛，对不对？迄叫做无上位啊。所以呢，你今日去到正一分的地，好一分的位，好，所以这当中呢，到顶甲菩萨，你就见到报身佛。伊个相非常好啦吼，圆满，所以报身佛是为着菩萨而实现的。咱好拄则讲啊，这个报身佛是为菩萨来实现的，这个报身佛吼。你讲记事本，然后大段记事本要复制大段记事本，这程式的问题。Ctrl Alt，Ctrl A 就是全线。刚有记事本啊，这作为系统不可能。还左下角开始看有记事本。所以这个当中吼，讲老的是话吼，就是讲，因为佛的有足是上见吼，这段当中来讲吼，因我先甲报身佛，拢袂使一脚吼，报身佛就是心中上上无量好，无量重要，你按成一脚，真心就按出好势，你若一脚真心就走动啦吼，所以你这脚因我是不上。报身佛相，这一只脚在哪？你有道来讲嘛，你有一些些就变有一些些啦，吼。所以你的心理好心头啦，讲你都准备一个报身佛相，所以这叫做定境，定境吼，这个道理吼真明晰，你因为你真心一直想，不能清净无量吼，无法将爱说就是这个所在吼。所以呢，咱今日众生，拄像我讲的，伊拢爱有这个理数，但是目标的这个相，拢爱这物件吼，无这个相，众生的这当中伊袂受用吼，众生才有执着啦吼，庄严的佛，伊当肯定要去拜，哇，这个是偌庄严啊，这个是偌大，这个偌尊啊，其实大尊甲小尊啦吼，咱无比着你家己迄个做事，还是较大尊啦吼，所以呢。因为初信佛法，你要进一步去认你要因着伊去进一步去认识了这个真理吼。所以三世佛就咱拄则讲的，拢毋是遐迷数的目标的来生活，迄拢是应众生的需要。所以呢，应化身有3个以上，咱的成因也无够啦吼，拄则中等啦吼，咱无法度当佛来当证迄个法界。所以这个当中，咱来了解，这段话拢差不多咧甲你讲，别咱离开掉了佛的一切诸相吼，我来讲吼，到20分来啦吼，以上这分来讲，
自信无助。哦，咱伫迄个19分啦，我家通报阮，教咱内心会使自信，空间干干净净，30分稳定。到20分来，迄个理想分，见上无助。哦，你得见到佛的实性，见到佛的上好，不要去执着，执着就变成一个梦想。所以梦想就是你的精神的安住好息。咱讲起来，无论佛有偌庄严的相，哦，佛有偌庄严的相，有偌庄严的什么物件，咱拢总袂使去做执着性。所以《金刚经》第16分咱来讲，哦，不可以用意识变化，用音声变化，是人影响的这种变化。哦，你要安怎回归到一个清净，哦，这点当中咱来了解。那因为足侪佛的信徒，甚至有咧研究佛牌啦，即嘛是一个问题，足严重，就是伊咱伊要去净空，伊要去净空。所以呢，因为这个是咱是目前中上界谈论的一个，要去净空，要净空，哦，要去净空。什么叫做净空？所以来做断定，哦，欲空，我这句话咯，欲空清净中，这个清是无？啊，是。心净做，这无确定。欲空心净做，执着，有无？有意，有无？因为足侪兄弟姊妹对佛的空理真正无实在嘛，但是因拢要讲空，叫做论空，叫做说空，哦，叫做净空，有足侪拢安尼解说，哦，叫做净空。你要净什么空？要咱论什么空？要咱净什么空？要咱说什么空？你解说啊？就是一个欲意音声平衡。欲意音声平衡，是毋是呢？所以基本上来讲起来，咱好早头来讲，以佛来讲起来，这个空，伊是讲空，你讲空什么物？哦，伊是讲空什么？到底你净空，你要净什么空？你的空是毋是你偏空？是毋是观空？是毋是你无记空？什么叫做观空？咱好对来做一个比喻。这个杯啊，对不对？内底有一个空，敢是？你这水啊，倒边也有空无？这个会降满的空，叫做真空，这叫做观空。今日去种厝啊，有一个空无？这个空，这个厝的空，会当降有，这个空，唔是叫做虚空，唔是叫做真空，这个会当覆盖，会当它踏到地面，这种不是叫做真空。所以迄个真空法界内底当中，你无法度去甲填满，那叫做充虚空骗法界。但是咱的自性，伊既然是虚空法界，你安尼去个论会空，你甲论因愈论会愈无空，愈说会愈袂空，愈想会愈无空，是安怎？伊这毋是用说来，哦，伊这毋是用说来。因为伊这是伫佛界内底，当然伊是讲叫做法界。咱好早讲法界，佛界叫做自然，较早我讲法界叫自然。你自性空的内底当中，伊是个法界自然。所以佛六祖来讲，欲空心净做，欲空肉空心性做，空就参像咱过去，咱无论有几种。连断，我会当断结思想，对境心我破病对。我六祖，我规样无几样，我嘛不断结思想，毋免甲断要正确，毋免，是毋是安尼？对境心所起，破就这么对。基本上来讲起，你得加一个物件落去，你加一个物件，你这识，你这个自然实验愈严重。
你会去愈接触这个物件。所以欲空心静坐，哦，咱六祖来讲，离自相相，离心相相，相心是如如，相心是如如，如如之心，如如之心，即是欲主世界，即是无上菩提是本性啊。这不离六祖同人讲，啊，因为欲空心静，即用无记心，这个无记，哦，这个无记。所以，要做环境改过来，不是先，而不是后。哦，咱个这里一个书先，跟你一个说，咱个这里一个书先甲说，你不书先甲不说是平啦，本来如何？咱今日你书先甲说，搁接一个不书先甲不说，安尼敢听？何必你等你接到一个不书先甲不说？无需要，不书先甲不说，你嘛袂使去书先嘛去说。先伫恶中恶伫善中呢？你是当去输赢呢？毋是因两个拢无去呢？安怎条意思？你去执迷恶甲善，你个对反呢？哦，你善恶内底当中，本来就附着伫自性内底当中，伊是对自性对，咱讲起一个，即个水啊，条臭口水，啊条清水。因为伊虽然清水咧叫做善啊，啊落水叫做风啊，但是落水甲清水伫世间上，也未流对海里落以前，是有落水甲清水呢，安听意思？但是清水甲落水拢会流对海中落去，啊有清水甲落水有无？啊有事先甲说无？就是因为伊内底完全是拢海水，就是无事先甲无说。伊安怎？毋过咱世间的人，各离。世间法上咧论事先甲说，啊，你要去论的这个性海内底，性海内底就是不事先甲不说嘛。咱今日变到这个所在，所以六不离金刚经来讲，欲心处相，欲处法相，欲心处相，我认种是欲处非法，欲处法相，这个我认种是啥？所以欲处非相，换个解释就是讲。你心处相，你嘛袂使用心处相，你嘛袂使处着法相。简单讲起来，就是讲你心嘛袂使执着相，啊你处法嘛袂使执着相。那安尼拢有某种事情，但是这两种拢会空也对不对？拢无啊对不对？拢空啊对不对？但是你个执着一个非法相，非法相就是讲非法嘛，非法相，非法相就是空相嘛。你个你。欲心处相，甲欲啊处相，人本来就是拢空啊！你等于两空，搁处着一个非法相出来，搁处着一空，所以嘛，不得当尾啊，讲一句，逆境不求，依我所法，法相应相不空。这就是咧讲这个，但是咧，作成个起码，你论空，你说空，愈空，啊愈无空，愈执着，愈无空，所以。佛的作用啦，其实一切拢总包含伫这些所在，而离为咱自心的法界。所以咱常讲出来，必穿回海法语，就是讲所有物件，你还未流去海里去的当中，拢总有分别，安尼讲听意思。但是已经流去到这大海内底当中，就无分别，都安尼讲听。咱伫属性上内底当中，迄个叫做色，迄个叫变动。叫做自法，但是你自法人入到自性中的内底当中，安尼叫做哪？拢总无一回，好，拢总归纳清净无量物件。毋过你若归纳伫色内底当中，哇，迄个足济物件，迄个讲袂了。所以你学法了后，就是要真正归入了清净的法界。所以一心伫一境的内底当中，所有物件拢归入清净法界。就是拢归入海内底，但是你会去这你会去一句话，所有的水就是拢归海内，所有的水就拢归海内，但是迄个水啊流归海中去。因来讲，咱今日台风啊，你有看到台风无？台风来，伊个加了后，咧旋转，迄个加水，迄个水流到大气停好，好落落个水变成哪？正。哦，叫你为迄
但是迄水拢对大海，第一解释。第二解释，咱一个日所有的水当中拢静落去，静到伫空中去。到空中了，有结一个迄个呐，伊个人讲云端的密度，迄个水啊，都落入这大地了。那大地落了后，咱拢把水库捡起来，捡起了后，所以咱用来做咱的食水啦，菜啦、创啥的啦。但是到尾这水搁流伫倒咧，这水搁流伫大海，是毋是安尼？所以一切无离开了咱的主性中，一切都无离开咱主性中，一切水无离开大海，大海嘛无离开水。咱的主性无离开一切相，一切主相，主相无离开咱的主性。那作来讲，主性离主法，主性来自于主法来自于主性中，主性来自于主法中，主法就是一切法叫做主法，所以无离开咱的主性，所以这点咱来记。但是咱今日就是参详讲，我今日咱倒要去离思想上，离思想上有好歹，离实相上有好歹。但是咱正开始拢离思想上要论述，我拄则讲，离大海内底当中，迄叫做实相；离映入大海以前，迄叫做思想，是毋是啊？所以你会当个摕咧，好啦，水会当个摕咧泡茶嘛，材料嘛，你的水会当摕泡茶嘛，你水会当摕咧压菜嘛，你水会当摕冲电爽嘛，你水会当摕咧创啥嘛，对不对？会叫做一切主相。但是一切主相了后，当你今日讲到流进大海里，无论你偌毒，无论你偌歹，的水咧到大海里，拢总是连咸水，拢无两种。如果今日一切主相人落到大海内底当中要分做，有咸的，有正的，有苦的，有涩的，有太高的，有无太高的，搁迄主相搁入大海咧分别，那安尼咱人生，这个真正无法当找那个实相法界。所以今日这点就是只要你讲做，比如，可能咱就听了吼。第一，29分延伸过来。听好，咱一定袂使啦，袂使伫报四法界内底当中，咱去接受，以三心不可得心来报四，袂使接受。第二就是以佛的总相三心不可得，你一定要使用到三心佛要得见出来，一定要去除掉不相。第二就是讲别相，离佛的别相，你爱去除，所以无去除，你的自相会显现出来。你一定要知影，金刚经就是化相理，这点每一分都是在讲这个物件。好，咱看到第，这个21分来